你哋買樓睇樓係咪淨係睇間樓有冇裝修靚唔靚仔呢？今日一屋四寶嘅 Yan 咧就帶大家嚟到大阪市嘅西區睇一個全翻新而又超級方便嘅大廈，仲會一邊行一邊話俾你知買樓有啲咩注意嘅地方，等大家唔需要咁容易中伏啊！就喺呢個公園旁邊咋。個單位咧位於大阪市嘅西區，行去地鐵站長堀學建綠地線嘅西長堀站咧，只需要3分鐘；行過去阪神南波線櫻川站只需要8分鐘嘅啫。而且生活配套一應俱全啊！附近有便利店、學校、醫院，簡直係居住嘅理想地段。除咗住得方便、交通方便之外咧，呢個地方亦都係大阪市核心6區之一嚟嘅。附近有心齋橋，有美國村，深受年輕人歡迎，亦都係一啲小資家庭首選嘅居住地點啊！2023年至到2024年呢度嘅土地增幅咧已經有16.3% 啦，所以咧證明呢個地方係有發展潛力，而且亦都唔需要驚人口老化啊嘛！咁得意嘅，呢棟大廈得1部 lift 嘅啫，就停1、4、7、10、13。好在我哋今日睇13樓，唔使行樓梯，因為中間嗰啲位全部都要係行上或者行落一層嘅。到啦，先入嚟呢個客廳睇一睇先。呢度咧就有12.2貼嘅客飯廳連埋廚房，其實個空間就好骨子噶啦。再加埋我身後面呢間5貼嘅房間，佢係以趟門嘅形式嘅。如果你唔需要用嚟住，唔需要用嚟瞓覺嘅話咧，拉開佢咧，成個空間咁就真係好大啦。呢度咧有個門。唔係普通嘅收納，而係一間房仔嚟嘅。你可以收納你嘅雜物又得，或者當衣帽間都可以。仲有一個露台，個露台就成長形啦，其實都幾闊幾長，叫好好用噶啦。雖然咧市區樓就冇乜景色可言，但係咧出面嘅大廈都唔高，所以咧光線都係充足嘅。再睇埋廚房設備，細細地嘅廚房裏面咧，明火煮食、烤爐同埋洗碗機一應俱全，仲有好貼心咁樣整咗個 lift 位俾你咧，就梗係要放一個大雪櫃啦。我哋再睇埋呢間屋嘅其他位置先。呢個浴室嘅裝修咧，同埋間屋嘅風格都係一致，以木為主題嘅，其實個感覺好溫馨啊！洗衣機、洗面台，仲有一個洗手間都喺埋呢度嘅喎。涼房經過我哋頭先一個好闊大入口嘅玄關咧，就係另外嘅2間房啦。我而家身後呢間咧就係7貼半嘅房間，有2個大衣櫃，四四方方好實用。佢有啲特別之處咧，就係市區樓啊嘛，梗係要抗噪音啦。呢度係雙重玻璃嚟嘅，呢個位置咧係應該係走廊啊，啲人會行出行入嘅地方。2個玻璃可以保溫，亦都可以抗噪音，唔錯吓。呢個6貼嘅房間，一個大衣櫃，都係雙層玻璃喎，又係四四方方咁，讚啊！同埋咧，呢個房間咧已經有3個電掣位啦，呢個裝修做得非常之細心。呢個示範單位擺晒家具俾你，個感覺係咪好舒服、好正呢？但係買樓一般都係唔包呢啲嘢嘅，佢亦都寫埋俾你噶啦嚇，燈啊、用品啊嗰啲全部都唔包。有啲嘢咧，如果你想要嘅話咧，佢可以賣俾你，價格喺埋呢一度。參觀完呢個有晒裝修嘅一戶建，係咪好吸引呢？拎包入住就可以啊！如果同區一樣大細嘅單位，10年樓齡以下咧，已經去到8000幾萬 yen 噶啦。而呢一個單位咧，而家先係賣緊4680萬 yen，相對於港幣咧，大概係243萬左右啦。買貓船嘅朋友就要注意啦，俾咗呢嚿錢之後，每個月咧都仲要俾管理費啦，同埋收線基金嘅。管理費9000 yen，收線基金14000 yen，所以每一個月咧，其實呢個單位咧總共就要加多23000 yen 噶啦。
如果你再要租埋車位嘅話咧，就加多2萬英一個月啦。咁但係咁大等樓，車位就有限嘅。基本上你買樓嘅時間咧，就一定俾唔到車位嚟㗎啦。通常都係入咗伙之後排期咯，一路排睇下有人退出嘅時候，睇下你排到第幾位啦。如果真係必須要揸車嘅話咧，真係要留意定附近嘅停車場係點樣㗎。再講下修繕基金同埋管理費咧，其實係有機會調整嘅。一啲新嘅樓宇咧，可能就係吸引你買修繕基金啊，或者管理費方面可能會平少少都唔出奇嘅。咁新樓啊嘛，佢要維修嘅嘢都少啲啦。咁但係咧，如果管理費嘅話，佢要作調整要加價嘅話咧，基本上要成棟大廈一半嘅以上嘅業主同意咧，先至可以做得到啦。咁修繕基金嘅話，真係有可能層樓越老嘅話，個價錢就會越高㗎啦。咁仲有啦，可能一啲嘅通脹啊嗰啲，佢基本上5至10年咧就會調整一次嘅。咁但係有啲遇到好突發嘅情況，真係需要一大嚿錢，哇！修繕基金係唔夠嘅話咧，其實真係有機會要業主去加錢去處理呢件事㗎。呢層樓咧已經有45年嘅樓齡㗎啦，係咪一啲都睇唔出咧？喺1981年6月1號打後咧，日本起呢啲樓咧已經有晒一個地震嘅基準㗎啦。咁但係如果喺之前起好嘅樓咧，其實大部分都已經做晒強保㗎啦。你可以揾有關部門咧睇下佢有冇一啲嘅內震診斷證明，安全呢一關過咗之後就住得安心啦。另外買一啲有咁上下年期嘅樓房咧，按揭啦，仲有呢個單位嘅保險咧，都可能受到一定程度嘅影響。呢啲都係你值得留意嘅地方嚟㗎。買咗呢個單位，你中意用嚟做乜都得，其實唔一定㗎。記住要睇返大廈嘅約規，好似 mansion 咁啦，大部分都唔可以再做 Airbnb 㗎啦。你話做 office 自己擺張台喺度做嘢，梗係冇問題啦。但係如果大廈裡面話唔俾做商業用途嘅話咧，可能你都做唔到商業登記㗎。呢個係一定要注意返嘅地方啊！你哋覺得今次呢個單位點樣呢？有冇啲乜嘢避雷嘅風險？你哋想知多啲，或者想睇邊區邊類型嘅單位，留言俾我哋，支持我哋一屋四寶 ，like、share、subscribe 同埋撳鐘仔啊！拜拜。